大家好啊！我今日想分享款湯水叫做田七丹參瘦肉湯。咁呢款湯水嘅功效可以有效改善我哋心血管嘅循環，達到補而不滯、通而不傷嘅功效。同大家一齊睇下材料啊！材料有山田七10克、丹參15克、紅棗4個、生薑2片同埋瘦肉半斤。首先我哋將啲田七同埋丹參用清水浸佢15分鐘啊。咁浸好咗之後，用清水略略沖一沖洗就可以噶啦。跟住我哋將紅棗要去核，煲起嚟啲湯就唔會咁燥熱噶啦。跟住準備2公升嘅水，水滾咗可以將所有材料放晒落去煲，再落埋預先飛咗水嘅瘦肉。咁大火滾起，再轉中細火煲佢個半鐘啊。同大家講下山田七嘅功效啊。山田七煲咗湯之後就變咗熟田七。咁啲朋友問我點解唔索性買熟田七？因為熟田七市面上經過加工，我驚佢唔合衛生，同埋山田七喺坊間容易買到，而煲熟咗之後嗰個性質同熟田七係一樣嘅，可以活血去瘀，達到補而不滯、通而不傷嘅作用。而丹參嘅功效，中醫師認為有血管清道夫之稱。咁佢嘅功效主要通血管、降三高、保護心血管、清熱去暗瘡同埋養血安神，可以令到我哋改善睡眠質素。咁佢配合田七嚟煲湯，可以加強效果。哇！咁快煲咗個半鐘啦，最尾我哋加返啲鹽調味就可以飲得噶啦。咁呢款湯大家唔需要擔心話太過寒涼，因為我哋加咗紅棗同埋生薑。山田七我哋煲熟咗之後就變咗熟田七，咁就唔使驚話太過散。咁呢款湯可以溫補氣血，可以有健體嘅作用，一寒一溫，一清一補。呢款湯適合跌打撞傷、肌肉痠痛、淤血腫脹、心血管血液循環不佳嘅人士飲用。好啦，今日為大家分享田七丹參瘦肉湯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款湯水，歡迎讚好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咁我嚟緊下次一有新嘅影片，可以立即通知大家。溫馨提示提提大家，功效雖然好，不適合以下人士飲用。經期或者孕婦都不適宜服用抗凝血藥物。另外，1個禮拜內進行手術不宜飲用。仲有發燒感冒就要等好返先好飲啦。